另外一方面，看到的是台北市長的選戰的部分啊，這個新片由於骨力辯攏講到啊，郭文泰咧做市長的政績，伊用這來批評現任的蔣萬安，外界認為伊這個步數叫做用乖來拍蔣的，但是這個步數吼，這個蔣萬安本人無發表任何意見，顛倒是國民黨市議員楊一道伊就講啊，伊講新片樣啊，你這個步數吼，你是未成功的啦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新北陽透早來到內湖的碧湖公園接走電風探靈氣，面對競爭對手台北市長蔣萬安，團隊嘛採取照歌拍蔣的新戰略。我們比較沒有在分這個所謂的政治立場，而是我們對於市政的願景，希望能夠得到選民的認同。那當然呢，在柯文哲市長的時候，我們每次都也不會演，有幾件事情其實蠻重要的。回頭看過去，新北陽特別講，大台北天際線是佇咧歌市府任內完成的，嘛捌講到郭文泰推動的食安對創，甲交通大數據解決他這政績，蔣萬安都無好好佇咧鋪後路，才有照歌拍蔣的聯想。那既然這一次白營沒有派人出來參選，過去支持柯文哲跟黃珊珊的選票就變成兵家必爭之地。那沈伯洋想要多撈一點票的話，他就必須要尊柯打獎。不過，後人佇咧號反省市經費進前國民黨台北市東部宣布，蔣萬安今日當佇咧聯合造勢輔選民眾黨議員參選前，未當個別徛台。根據了解，有白營議員講，這有限的輔選，無甲親像佇咧報喜共款，規氣賣。義無反顧的都在幫忙反制這個大罷免哈，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或更好的做法，能夠讓大家繼續堆疊善意？這當然不是施捨，跟施捨也無關，但終究不管兄弟登山，還是要各自努力。我的目標就是藍白席次最大化，一定會共同前進。並市政的時刻，蔣萬安趁機會發出南北團結，台北市長選戰頂高舉的對決，這民眾黨支持這一票會有瓦吉大，將錯兵家必爭之地。